即个国家内底吼，真正你看，迄草厝啊，伊嘛住到足幸福的吼，咱住迄个老仔厝，佫感觉无幸福。看这囡仔拢佫无鞋仔通穿呢，啊，小年注意看哦，你要多心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付出，我们会更幸福。其实你今日得到幸福，一定要先有付出。看你如何去有付出，咱蔡长玉教授讲，你即阵欠啥，你就是要付出啥。像咱有我讲嘛，迄个有我讲有一个谢志尚先生，哦，迄个蒋义雄先生，伊是刚才果菜市场咧上班，伊时常甲果菜市场人卖咧，迄剩咧较歹的水果买倒来。来互骗你得着，那么伊逐个月爱想话拢会破是100块，咱拢摕叫咱主席互我逐个月拢爱开伊的爱心话100块的辛苦互伊。那么，互我就甲伊问啊，讲吼，你遐困难，为什么你逐个月拢会破死？伊讲吼，迄王春红单主甲我讲吼，叫我爱甲我一世人的善将报死出去。各位前贤，真的，你缺少什么，你就布施什么。你特别甲遐物件咱讲迄善将甲布施出去，哦，甲布施出去了，迄个工作幸福。迄蒋义雄先生，咱若捌伊的人，你就知影，伊逐工讲伊拢足快乐的，吼，足幸福的，佫会当来得着。去果菜市场做工课了，伊当甲迄水果较歹，毋知是人送伊，还是会用买倒来，摕倒来咱爱上分顿，就浅浅就吸的。咱台湾就花人食，有两不人食，有足侪水果人来食，迄就是拢会摕倒来。所以伫遮，互我甲咱各位先生做一个结论，互咱嘞大家来默想，讲我是一个幸福的化身。各位先生，这叫神想观。只要你若甲想讲我是一个幸福的化身，你就会做幸福。佫若想我有一对足爱的爸母甲公婆，这是咱做奋斗做人幸福的人的体会。有一个爱我的丈夫还是妻子。可爱健康的儿女，我足满足，我嘛足感恩。那么其实幸福是互感恩的人，知足嘛是快乐嘛是互知足的人。所以伫遮呢，各位先生，咱今日到学校开始了这将近2点钟的时间，虽然学校
含慢讲，各位先生咱认真甲体会。不管咱即阵是啥物角色，有适合着这资料无，咱拢家做一个思考了后，咱要如何伫即个人生过程内底找着幸福的锁匙？找着幸福的锁匙。即个锁匙是爱咱家己去找，毋是爸母有法度互咱，毋是咱的平传师有法度互咱。那么咱今日是道场白羊修道士，咱今日要安怎真正了脱生死轮回，得到真正的幸福？嘛是爱靠咱家己的付出，咱的成功了愿的过程内底，上天甲咱做一个上好的安排。我们这样讲，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咱今日要当水涨船高，一定要条件好。条件就即种，咱社会上世间法咱莫讲啦咱今日要真正得到出世间法，咱回天的五大条件。你的五大条件，你的条件一定要好，一定要足够，一定要饱满。第一得成愿行花孝，搁有心念，搁有什么啊？用搁一个搁袂记来。然后各位请原谅，各位前面这个条件你若有满足，有饱满，那么你条件好，水涨自然船高，绝对可以功圆果满，回到明天。这也就是咱今日要找着幸福人生这个锁匙，要如何去用心，要如何去努力的一个目标甲方向。那么以上，好感谢天文师长，真正足方便的有触发着咱水节内底的所在，还是不足的所在，盼望咱水节内底咱甲得到的见谅甲包涵。那么等下甲我做一个指正甲补充，感谢天文师的，感谢各位前辈慈悲，谢谢。感谢分享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那个在此此地也